中国即马是宣布美国的美公公司产品有危害中国的网络安全，所以宣布中国企业禁止买美国美公的产品。外界即马认为未来这有可能会出现转单的效应，而且有可能去好着韩国和咱台湾。美中科技战各有拼面，中国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公告指出，美国公司产品有较严重的网络安全问题，对中国关键资讯基础设施的供应链造成重大安全风险，影响国家安全。按照网络安全法定法规，要求企业停止购买。消息一个出来引起关心。美光是目前全球第3大的记忆体厂商，但也就只是第3大，前面有三星跟 SK 海力士，然后只占了10个百分点。所以说，其实美光整体对于中国大陆的记忆体市场来讲，其实能够撼动的，其实也是相对的有限，甚至是不会有任何的影响。我认为它是宣示意义大于实质意义。去年，美国就陆续宣布一系列晶片出口的管制，包括3奈米以下电子设计自动化 EDA 软体禁令，禁14奈米半导体设备出口，嘛全面禁止高阶 AI 晶片出口去中国。国家管制范围为原先的逻辑 IC 扩大到记忆体的领域顶。美方甚至望韩国政府会当敦促家己的晶片商，卖去支援中国市场。所以台厂是不是会当享受转单效应？学者认为，要搁看美方后续的态度。那因为中国本身目前呢，也只有长江存储还有长兴存储方面能够供应少部分的一个这个 NAND Flash 跟 DRAM 的一个产能，所以绝大多数还是需要仰赖进口的。所以在这个部分，那么其实就端看未来美方政府它的一个态度，那么是不是会希望其他的这一些所谓包括了韩系，那么以及台厂。对于在中国的记忆体的出货上也会有相关的一些管制，这个都是后续值得持续观察的。那北京表示，目前美光是全球第3大 DRAM 供应商，去年第4季全球市占率是23%，在全球记忆体扮演重要的供应商角色。不过，大家注意的是，中国业务占美光营运比例差不多10%至11%，失去这个10%的营收，那和其他的记忆体竞争对手分去，每一间厂商会当分到的嘛无偌济，记忆体产业可能嘛袂有真大的变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